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礼拜要准备开始哈。我们在还没礼拜开始之前，邀请大家，我们为今天早上的聚会，我们献上感谢，献上赞美。我想我们可以在中秋节假期的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分别为圣哈。在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到圣殿来亲近神。真的是要献上感谢，献上赞美哈，让我们有颗渴慕的灵。有一颗愿意来敬拜他的灵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在还没有开始我们早上的敬拜跟我们的祷告之前，我邀请所有弟兄姐妹，我们为我们今天早上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献上祷告，献上赞美，也感谢神带领我们过去的一个礼拜过去的日子神的祝福。我们因为这样子，我们来感谢我们的神，因为他是信实的他是怜悯的神，所以我们开口为我们早上的敬拜，我们来献上赞美，献上感谢。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是信实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你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全能的神，在人不能，在你凡事都能。我们要这样来感谢你。主啊，你的能力充满了宇宙天地，我们要感谢你。主啊，我们要大大的感谢你，因为在我们疲乏的时候，你加给我们力量；我们等候你的时候，你就让我们重新得力。我们要感谢你，借着你的圣灵，让我们天天可以享受在神你的同在当中。主啊，我们要献上感谢，献上赞美。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今天早上聚集在这个地方，为了就是要赞美你，为了是要来敬拜你。愿你赐给我们更多渴慕，更多敬拜的灵在我们的内心当中，预备好我们自己，在早上敬拜当中看见神荣耀彰显。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将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我们要唱这首诗歌，超乎所求。耶和华以勒，我供应者，你超乎我一切所求。耶和华拉法，我医治者，因你变上我的释放。耶和华沙玛与我同住，你供应我所需，你是超乎所求，超乎所想，超乎我一切所需。耶和华以勒，我供应者，你超乎我一切所求。耶和华拉法，我医治者，因你变上我的释放。超乎所求，超乎所想，超乎我一切所需。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我供应者，你超乎我一切所求。耶和华拉法，我医治者，因你变上我的释放。耶和华沙玛与我同
所想，超乎我一切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我供应着，你超乎我一切所求。耶和华拉法，我医治者，因你变上我的释放。耶和华撒玛，他是与我同住的主，你供应我所需，你是超乎所求，超乎所想，超乎我一切所需。耶和华是供应者，耶和华是医治者，耶和华是与我们同住的神，他是供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求神丰盛的神时时与我们同在。这时候，我们特别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来献上祷告。很多时候，神要供应我们这足够的丰盛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常常因为罪的关系，让我们隔绝了与神的关系，让我们没办法领受神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在我们还没开始我们聚会之前，还没开始我们祷告之前，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罪献上祷告。我们很多我们知道跟不知道的罪，求神在这个时候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让我们有一颗圣洁的灵、圣洁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神的祝福跟恩典。我们特别为我们这块土地也献上祷告。台湾这块土地所犯的许多人犯的罪，这块土地常常被邪灵所辖制。我们为这块土地所犯的罪，我们求神来怜悯，求神来医治，求神来赦免。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为我们自己知道跟不知道的罪，为我们这块土地所犯的罪，我们开口来祷告，求神来医治。我们开口来祷告。哦，还有这样，是的，主啊，主，我们真的是都在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是软弱，我们真是常常跌倒，常常受到魔鬼的诱惑，我们离开了神的道。神啊，这个时候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我们知道跟不知道的罪，求神来医治，求神来释放，求神来洗清，让我们再次可以回到神的爱当中，回到神的同在里面。哦，神啊，我们愿意再次的匍匐在你的面前，单单寻求神你的赦免。愿神这个时候施行的拯救，施行的怜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特别为台湾这块土地献上祷告。我们真的犯了罪，我们真的得罪了你。但神啊，求你怜悯这块土地，医治这块土地。哎，对呀，是的，主。愿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愿神用你慈爱的手来扶持我们，救我们脱离罪恶，让我们再次回到神为我们命定的道路上面。我们会为台湾这块土地献上祷告，求神医治，求神原谅，帮助我们再次的回到神所喜爱的样式。还是要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接下来我们为我们台湾这块土地祷告，我们国家面对的困境，我们社会许多的分裂，许多的撕裂，我们求神来医治。我们为我们国家所面对这个世界的局势，一切的挑战的献上祷告，特别求神复兴台湾的众教会，让每间教会都愿意在各个的城市、各个的地方能够高举十架的灯，让更多的百姓因为教会的设立而得到祝福，因为教会的设立，让他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得到生命的更新。来翻转这块土地，所以我们开口为台湾，特别在年底，我们开始有选举，有许多的一些攻击又在对立又在我们族群当中产生，所以求神能够怜悯，求神与我们同在，特别我们台湾所面对的许多的国际的困境，求神扶持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开口为我们国家，为我们这个社会献上祷告。哦，还有对啊，是的主，我们为我们国家、我们社会献上祷告。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遇到许多的困境、困难。
神你完全的了解。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站得稳，我们不害怕，因为神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这个国乃是神你所设立的，愿神亲自的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为台湾的众教会献上祷告求神兴起台湾的众教会，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代我们的教会的角色是什么。我们愿意在这个世代当中，各个教会都愿意来传福音，传扬和平的信息，传扬神救赎的恩典，让所有的台湾的百姓未认识神的，能够因为教会的设立，让他们可以认识你。因为教会的设立，他们进入到教会里面来，他们的生命得到翻转，得到改变。还有是的主，愿你兴起更多的教会，兴起更多的基督徒来为这个台湾这个岛屿来献上祷告，为这个台湾这个岛屿能够更多的来传扬神的福音。还有是的主，感谢你，赞美在这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是的主，愿你彰显你的荣耀在这个地方，彰显你的荣耀在这个教会，彰显荣耀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哈利路亚，是的主，感谢你，赞美在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门。耶和华以勒，他是供应我们的神，我们所需要的他完全了解。耶和华以勒，我供应着。耶和华以勒，我供应着，你超乎我一切所求。耶和华拉法，我医治者，因你变上我的释放。耶和华什么与我同住，你供应我所需，你是超乎所求，超乎所想，超乎我一切所需。这个时候，为我们自己来献上祷告，为我们自己的生命献上祷告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不要受攻击，有平安，有喜乐，有信心，跟有盼望。我们为我们自己跟家人的关系献上祷告，让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有和睦的关系，让我们家里的所有的成员身心灵都蒙受神的祝福跟保守。为我们的工作，为我们在职场上，为我们在学校里面的学习，跟同事同学之间有好的人际关系的献上祷告。我们特别为我们经济能够稳定，我们财务上的困难，求神能够来帮助我们度过财务上的一个困境。我们为我们自己个人的身心健康，我们可能身上有一些疾病，求神这个时候医治我们，也让我们家人有健康的身体。所以我们开口为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的身心灵，为我们自己的工作，为我们自己的经济为我们自己身上的疾病，我们求神来医治，求神帮助我们。开口为我们自己的祷告。还有是的主，这个时候我们为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为我们自己生命上所遇着的难处、困境，求神的医治，求神帮助。因为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你是供应我们的一切的神。我们要献上祷告。主啊，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的一些困境，所面对的一个困难，神你完全的了解。神啊，这个时候求你来医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度过这样的一个困境，度过这样的难处。还有是让我们在工作上、在职场上面跟人有好的人际关系，让我们成为在工作上、职场上同事之间的一个祝福的管道。还有是的主，你帮助我们特别在我们经济上遇到的困难的时候、困境的时候，神啊，你是供应者，你是帮助我们可以度过难关的神。神的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帮助。这个时候为我们所遇到的困难献上祷告。神啊，与我们同在。还有是的主，求你帮助我们。还有是的主，还有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无论我们顺境，我们逆境，我们凡事都愿意来献上祷告。我们深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是神所掌权的。顺境逆境，我们都要感谢神。求神保守我们远离一切的试探，保守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不容许一切的罪来辖制我们。特别我们身体上的一些疾病，求神的医治我们。深信神是供应者，你是医治者。你是我们欠缺一切的所需要的供应者。我们这个时候特别将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恭敬摆在神的手里面，愿神成我们生命的主宰，
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困难跟挑战。献上祷告，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我供应着你超乎我一切所求。耶和华拉法，我医治者，你别增上我的释放。耶和华沙玛与我同住，你供应我所需，你是超乎所求，超乎所想，超乎我一切所需。我们这时候为我们教会献上祷告，我想神也是我们教会的供应者，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支持者、扶持者，所以我们为我们教会的所有的同工来献上祷告求神呢重用这些同工们，给他们有属灵的智慧跟能力，帮助我们一起来服侍教会、服侍神。我们特别为我们教会的属灵气氛献上祷告，让我们有更多渴慕的灵，有愿意祷告、愿意渴慕听神的话语。我们特别愿意来热情来敬拜神、来祷告。我们接下来也为我们教会从9月份、10月份一直到11月，我们有许多的福音的事工，求神使用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愿意来传扬神的救恩。特别在这些同工们身上，这些幸福小组或是这些福音事工的这些同工们身上，让他们有更多的智慧能力，带领更多的慕道友来亲近神。我们在10月底，我们教会要轮休要选长职，求神能够赐下更多的一个合神心意的工人在我们当中来服侍神。所以我们开口来为我们教会的同工们，为我们教会的各种的事工，我们开口来献上祷告，求神使用我们教会来祝福更多的人。我们开口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主我们教会的所有弟兄姐妹献上祷告，特别是我们教会的同工们献上祷告。感谢神赐下那么多的同工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可以来服侍你，帮助我们来服侍这个教会。求神帮助这些同工们，让他们与主你建立更美好的关系，让他们常常领受神的祝福，然后常常领受神的恩典，当然能够知道神是我们的神，让我们在各种的事工上面，特别在福音的事工上面，知道如何能够寻求神加添我们的更多的力量，让我们在传福音的事工是有果效的，带领更多的弟兄姐妹来认识你。哈利路亚，是的主，帮助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有更多渴慕话语，渴慕亲近你愿意来透过祷告、透过敬拜与主你建立美好关系的弟兄姐妹。主你兴起我们复堂教会，成为荣耀神的教会，能够分享我们复堂教会成为那个祝福众教会、祝福这个地区的一个教会。哈利路亚，感谢你，恩膏这个家庭，主啊，我们相信每一位基督徒都在神你的手中，愿意使我们在每一项事工上面带领我们。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我供应着你超乎我一切所求。耶和华拉法，我医治者，因你变上我的释放。耶和华沙玛与我同住，你供应我所需，你是超乎所求，超乎所想，超乎我一切所需。是的，主，你是超乎我们一切所求所想的。我们要献上赞美在你的面前，因为你供应我们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满心的献上感谢。哈利路亚，是的，主，你是配得赞美、配得尊崇的神。哈利路亚，是的，主，我要献上一切的赞美在你的面前。我献上赞美，
因你是我的主，我献上生命，为圣洁的活祭，献上我一切给你，将最好的奉献给你，我献上赞美给你，我主，我献上赞美，我献上赞美，因你是我的主，我献上生命，为圣洁的活祭，献上我一切给你，将最好的奉献给你，我献上赞美给你，我主。这个时候邀请大家为今天早上的聚会献上祷告，我们献上一切的赞美在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在早上的聚会当中看见神的荣耀，我们更多的渴慕，更多的敬拜，更多的赞美在今天早上的聚会当中。我们特别为今天为我们服侍的所有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单单的献上赞美在神的面前，因为他们的服侍让我们可以更专一的敬拜神。我们特别为夏牧师来献上祷告，求神使用他早上所传讲的一切，能帮助我们炼净我们，能更新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为早上的聚会，我们开口来献上赞美，献上祷告，求神设立宝座在这地方。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单单的敬拜你，我们在你的面前单单的来献上感谢，献上赞美。我们愿意献上我们一生，献上我们的全心全意来赞美献上赞美在你的面前。求神设立宝座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在早上的聚会当中看见神的荣耀彰显。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神派天军天使围绕着这个四周围，让我们早上在这个地方看见神高举你的十架，看见神的荣耀彰显，帮助夏牧师在早上所传讲的每一句话是带有炼净、带有恩膏的，是从神来的话语炼净我们、刺痛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再次再回到神的面前，立志说我们愿意献上我们一切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生命在神的面前。哈利路亚！感谢你，我们将早上的聚会恭敬摆在神的手里，愿神亲自掌权做王。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我们起立，我们要献上赞美在神的面前。献上赞美，因你是我的主，我献上生命，为圣洁的活祭，献上我一切给你，将最好的奉献给你，我献上赞美给你，我主，我献上赞美，我献上赞美。是我的主，我献上生命，为圣洁的活祭，献上我一切给你，将最好的奉献给你，我献上赞美给你，我主，我献上赞美，我献上赞美，因你是我的主。我献上生命，为圣洁的活祭，献上我一切给你，将最好的奉献给你。我献上赞美给你，我再次我们献上我们一切的赞美，我献上赞美，因你是我的主，我献上生命。为圣洁的活祭，献上我一切给你，将最好的奉献给你，我献上赞美给你，我主，献上我一切给你，将最好的奉献给你，我献上赞美给你，我主。献上我一切给你，将最好的奉献给你，
献上赞美，给你我主，我献上赞美，给你我再次我献上赞美给你，我献上赞美，给你我主，哈利路亚！我们献上一切的赞美，在我们神的面前，哈利路亚！他是配得赞美的，他是配得荣耀的神，哈利路亚！是的，主，你这是真的配得荣耀，你是配得尊贵。哦，主啊，我们要举起双手来敬拜你，因为是配得荣耀、配得赞美、配得尊崇的神。我们早上在你的面前要来尊崇你，要赞美你。哈利路亚！是的，主，哈利路亚！是的，我们愿意赞美你。你真配得荣耀，配得尊贵。主，我举双手敬拜你，我要尊崇你生命，你真配得荣耀，配得尊贵。主，我举双手敬拜你，我要尊崇你生命，你本伟大，你行伟大的神迹，无人能与你相比，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本伟大，你行伟大的神迹，无人能与你相比，无人能与你相比。你真配得荣耀，配得尊贵。主，我举双手敬拜你，我要尊崇你生命，你真配得荣耀，配得尊贵。主，我举双手敬拜你，我要尊崇你生命，你本伟大，你行伟大的神迹，无人能与你相比，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本伟大，你行伟大的神迹，
哈利路亚！我们奉你的名一起聚集在这里，我们要歌颂你何等伟大，你真伟大，因为宇宙万物都由你而来，这个美丽的星球也是你所创造。所以当我们生存在其中的时候，每一样都是神迹，每一样都是神美好的创造。主啊，让我们的生命活在神恩典，活在神美好的创造中，回归到与主同行，我们就看见你的生命、你的恩典、你的赐福在我们当中。感谢你，在这个中秋节假日，我们一起在这边敬拜。主啊，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愿我们的敬拜蒙神来悦纳，也愿神通过圣灵的感动，我们看见你的话语成为生命的粮食，在每一个渴慕你、敬拜你、恳求你的弟兄姐妹当中。愿神恩典跟我们今天的敬拜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仍然站着哈。今天我们要用我们教会所承认接纳的尼西亚信经，我们一边来读，一边来了解这个信经里面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教导。我们一起齐声来念：我们信独一全能的父上帝，创造天地一切可见不可见万物的主。我们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在一切的世代以前，从天父而生，从上帝出的上帝，从光出的光，从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不受造的，是与父同质同体，万物让他来创造。他为了我们人和为了我们的拯救，从天降临，有圣灵借童真女玛利亚出生为人，在本丢彼拉多任内，为了我们钉十字架，受难埋葬，按圣经的记载，第三日复活升天，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他要在荣耀中再临来审判活人与死人，他的国无穷无尽。我们信赏是生命的主圣灵，从父与子出，与父子同受敬拜，同享荣耀。他曾托先知讲话。我们是一个圣公同圣徒的教会。我们告白一个能赦罪洗礼，我们期望使人复活来世的生命。阿们。感谢主，我们请坐。恭受上帝的话，今天的经文记载在2处。哥林多书前书1章26到29节，我们一起来。弟兄姐妹们，要记得上帝呼召你们的时候，你们是处在哪一种境况中？从人的观点看，你们很少是聪明的，很少是有能力的，很少是有高贵地位的。上帝偏要拣选世人所认为愚拙的，来使聪明人羞愧；上帝拣选世人所认为软弱的，来使坚强的人羞愧；上帝也拣选世人所轻视厌恶、认为不足轻重的，来推翻一项被认为重要的，使人在上帝面前无可夸口。第2节是提摩太前书1章12到16节，我们一起来攻读。我感谢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为他赐给我力量，以我为可信任的，指派我来侍奉他。虽然我从前毁谤过他，逼迫侮辱他，可是上帝怜悯我，因为那时候我不信他，不知道我在做些什么。我们的主赐给我格外的恩典，使我有信心和爱心。
这是因跟基督耶稣连结而有的。基督耶稣降世的目的是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靠，值得完全接受的。我是罪人中最坏的一个，可是这正是上帝怜悯我的原因，好使基督耶稣对我这罪魁显示他充分的忍耐，使我得以做那些以后要信他、接受永恒生命的人的榜样。愿上帝赐福领受他话语的人。献诗，本周献诗喜乐小组，献诗的歌曲是献上感恩。献诗完，请本堂主任牧师向牧师讲道。向牧师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尊贵拣选，成就神国。我们也一起用掌声来赞美主，谢谢喜乐小组美好的诗歌带领我们献上感恩。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又是连续假日哈，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中秋节做一个家人团圆呐，或是旅游休闲。感谢主，还在假期当中，我们给隔壁请安一下，说中秋平安喜乐，好不好？来给他祝一下。好，我们要分享主话语之前，我们先来做祷告。现在父神，感谢你，中秋假期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无论是外出休闲旅游，或是亲人团聚，这是神给我们美好的恩典，也让我们能够持守这一个安息圣日。在主你的圣日，我们一起聚集敬拜，一起领受神来的恩典。我们愿通过你的话语，再一次得着学习，得着激励，也得着教导。愿神圣灵来感动每一位。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已经进入10月了，那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期啊，就是我们每一年，几乎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长老跟执事的选举啊，这个是我们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制，是为了要兴起不同时代神的仆人一起来经营神所赐的这个教会，上帝的国啊。所以牧师特别在我们开始宣布这个整个选举公告，我们也同时用这个话题，用这个圣经的主题来跟我们一起勉励：尊贵拣选，成就神国。经文我们稍后会来做一个复习那可能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是新加入富强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可能认为说，那每一年一个选举，大家投个票，有一群同工起来成为神的这个教会的工人，那是非常简单的选举这个没有什么特别。也许我们从眼中看来确实是如此。对照于说，我们已经快1年了吧，我们的总统跟这个立法委员选举不知道已经吵多次了我们看见那些热闹的场面，那些无所不用其极的宣传证明自己有多好，自己多有能力，把台湾这个国家交给我，保证你好几百年都是平安健康的，这些都是我们选举的一个策略。换句话说，在事实的选举，就是要高举自己，要让人家看见我所有的优点都没有缺点。不过，我们看见今天所读的2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一个完全不同的选举的方式。所以，长职的职分，如果从保罗的教导里面，它是上帝国尊贵的拣选。也许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的社会的氛围里面不看重它。那这个是我们透过这些经文来一起跟弟兄姐妹一起勉励的，我们一起来看见保罗怎么样提醒我们服事主的态度好，那我们每一年长职轮休改选，大概今年在10月29号要举行了那我们要预备选出长老有3名。有5位候选人，选3个执事选举有候选11名，选出6个。那如果从我们教会的编制来讲我们的长老其实一共有7位，那明年就换了3个其他4位继续不同的年份那执事呢，我们这次又多了2位，本来是4个要轮休，我们这次增加2位，那是有它的用意的因为我们选出6名，总共有17名执事，明年会有17个执事。你会认为说，哇，人数不少其实，如果从我们的制度跟轮休制度，我们现在已经慢慢看见那个传承的断层了。换句话说，我们需要这些人没有人出来。所以这个才是我们小会非常重视的地方那这个是我们的候选名单我们的选举公告有5位长老资格候选人，但是要选3个所以从现在开始你看到我们的周报、我们的电梯的公告，还有我们楼下1楼的公告，还有包括我们最近会用这个图卡寄给每一个群组每一个小组能传递那你们要开始为他们祷告，是因为这一些神所差派的，是透过你的选举、你的投票，
来成就上帝的拣选。那重点是在于说，我的祷告、我的选举就是神的拣选，那就是最美好的结合啊。那有11位执事其中有4、5个是已经担任过执事了，那6个是第一次受选，所以大家可能不是很认识他们，除非在你的小组里面或是你的牧区里面所以我们特别印了照片出来，让你认一下他的名字、他的相片那下个礼拜还有下礼拜有2个礼拜就是我们的9号跟15号，我们要邀请这些受选的长执在牧师报告的时候能够到台前来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因为我们教会有2堂礼拜，那年龄差距也蛮大的需要透过这种刻意特别介绍的方式让大家认识他们愿我们所选择的就是神的心意。那我们互强教会这个长执的选举不是我们自己内部定的，是整个长老教会500年来的传统，500年那长老教会特别是在我们台湾，我们一般都是用一个同一任期的，比如第一届那就4年有几个长老一个执事，然后下一届等4年后再选。但是我们互强教会在开始创立的时候就选出这种制度，就是长老教会他同意说你们要轮休改选。他的目的有2个，第一个是发掘人才，第二个是让常年服侍神的同工有休息的机会，所以我们才有这个轮休改选所以大致上每次改选有1/3啦，像今年长老要选3位其他4位是继续留任那个因为我们以前的长执是1任3年，后来改成4年改成4年。那改成4年，如果每一年都选它的人数的配置要更多，所以我们干脆就留在原来的4年选3次有一年像去年我们就没有选举，对不对所以呢有人就休2年，休息2年通常正常是休息1年，然后才继续被选。那我们执事要成为长老的候选人，至少要9年，你就知道说，哇，这个培育不简单，对不对？怎么样呢？因为执事1任之后你要休息嘛，至少要休息1年，所以第6年才被选第2任所以如果2任都做完，而且中间又休息1年，所以要9年所以我们才说，长老被选要有这个资历耶所以今年呢，我们特别多选几位执事出来，就是你要准备被操练被操练，因为9年后你才可能被选为长老如果我现在是40岁，我9年以后变49岁了如果你现在50岁，那被选的长老已经59岁了，那没几年就要退休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等于要把整个年龄层往前拉，所以我们很鼓励我们的社青我们的年轻的30几岁开始稳定工作就要出来服侍了不要等说我有退休再服侍，退休有退休的服侍方法，但是在你的工作当中有工作的服侍方法好，那我们回到原来的话题，我们的长老我们的总统或立法委员选举，他就是要讲自己最好的都讲出来，即使没那么好也要讲得更好，对不对所以有人会强调说我的智商有多高，对不对我在读了什么学校，有什么好的学位在国外有什么学位即使是一个短期的大学，我要把它贴上去，这个是事实的选举，无可厚非，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就是要被凸显出来，要把自己的能力优秀凸显出来当然选民是雪亮的，知道说这个人讲的是真的吗？是实力吗？还是只是一个骗选票的方法？不过我们回到长老跟执事，包括所有一切要被神所差派的工人，我们看保罗怎么样教导我们。保罗对圣职的见解跟教导，在哥林多前书1章26到29节当中，第一个，他认为
这些服侍上帝的人，从世俗的眼光哦，很看轻了，看不起这些圣职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如果是长老或执事啊，你到外面拿照片、拿名片说，我是富强教会的长老，哇，就是高举自己，会不会这样？大概不会，因为你觉得这个服侍神是神圣的工作，跟社会的地位没什么关系啦。事实上，世俗看清，因为我们来这边又不是领薪水，又不是领什么很好的那个优厚的福利，没有啊，都是付出的啊。那事实看起来，这个根本就是不上台面的，跟选总统、跟执事就不一样，对不对？跟那个立法委员不一样。所以保罗老早就看出来了。保罗要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跟他们那些同工勉励说：从人的观点看，你们很少是聪明的，很少是有能力的，很少是有高贵的。记得要前提这句话哦，是从人的观点啊。但从神的观点不一定是这样。但人看到这些服侍神的人，就是在这个台面上上不了台面的。但是呢，上帝有他特别的用意哦，上帝特殊的拣选。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这一句话，他说：“上帝刻意的啦，上帝刻意的，他刻意要这样子做，偏要的意思就是说。”大家怎么讲没用，我就是要这样子，偏偏要这样子。所以呢，世人所认为愚拙的，他要选这些人，来使聪明的人羞愧；他要拣选世人所认为软弱的，来使坚强的人羞愧。所以从保罗的眼光来看，上帝选人的方法跟世界的标准差异太大了。上帝要这样子做，他是为了让人无可夸口。人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因为当神选举这个人，世人看作是一切都是非常 low 的，但是成就的工作、成就的事业、成就神国，是大到一般人无法企及的。所以保罗说，上帝也拣选世人所轻视、厌恶、认为不足轻重的，来推翻一项被认为重要的，使人在上帝面前无可夸口。这是保罗在教会建立的时候，对圣职的观念非常清楚。那弟兄姐妹，你看这些经文，你一定会有一个 OS 说：难道真的那么 low 吗？那么不聪明，那么愚笨，那么的软弱吗？不一定吧。至少你认为我们教会的长老那么差吗？我们的执事棒不棒？都很棒啊。那这样对照保罗讲的，那不是有点是口是心非，是不是这个意思？其实不是，因为神所看重是他的心意，看重这些人被选，他是用什么方法被选，不是因为高举自己的能力、聪明、智慧，而是因为愿意被神所差派，然后像保罗自己所做的见证，他说跟基督联合，然后就得翻转。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借着他，我们得以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成为上帝圣洁的子民，并且得到自由。弟兄姐妹，无论世俗的眼光怎么样的看清我们，怎么看不起，特别是当时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这些不是刻意讲的啊，是真的被认为这样子啦。这些基督徒多笨啊！已经在罗马帝国无法容身的地方，这些基督徒藏到墓穴里面，基督徒藏到偏僻的地方。我们弟兄姐妹可能有人去土耳其旅游过，土耳其那个地方有一些是那个地形哈，是比较属于那个砂岩地形，或是一个可以挖航空洞的地形。有一些基督徒留下的遗迹哦，那些整个山洞被挖空，一些人都藏在里面，因为他们不能在做礼拜的时候被罗马的军人看见，或者罗马的那些官员看见。所以保罗这么说是很合理的，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尤其像保罗是罗马的公民
干嘛那么笨，跑去信耶稣，而且要为耶稣来牺牲舍命，怎么可能呢？但是保罗说，他使我们成为智慧，我们跟他有合一的关系，是上帝的子民，我们就得到自由。不止保罗这样的认定他自己做见证，他用自己当对照组了。保罗受拣选，他的见证是什么呀？第一个，在提摩太前书1章12节到16节，他写信给他属灵的儿子就是青年提摩太。他第一个说感谢上帝的怜悯。为什么感谢呢？他说我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因为他是我力量。他服侍神不是因为他自己学问多高，在当时地位多高，是罗马的公民，不是，他是因为神给我力量，而且可以信任的，信任我这个人，指派我来侍奉他。如果说我们保罗的成就或是保罗的那个能力，我们这样讲，这个很合理嘛。但是重点是在这里上帝不嫌弃保罗，因为他自己承认说，虽然我从前毁谤过他，逼迫侮辱他，可是上帝怜悯我，因为那时候我不信他，不知道我在做些什么事情。其实保罗是在当时的时代是有能力的啦，但是因为他误解，他不信，所以越有能力的人毁坏耶稣基督的教会就越大，能力就越强嘛。不过他承认说，因为我被神所怜悯，我做了那么多危害他教会的事，但是他仍然接纳我，因为那个时候我不信他。保罗就是用自己成为一个极端的对照组，像我这样的罪人，我这样那么糟糕的人，仍然被神所拣选，那其他人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所以他说，主格外的恩典使我有信心和爱心，这是因为跟基督耶稣连结而有的。保罗的患者我们都知道，他因为在大马色的路上被耶稣所光照，所以保罗用自己得救改变来做见证。他说，耶稣基督降世的目的是要拯救罪人。这句话听起来一般人觉得就是一种平素无味的话，但是从我一个罪人来讲，那是不得了的事，对不对？因为他是要拯救罪人，而且这句话是可靠，值得完全接受的。因为我就是他，我就是这个被耶稣降世拯救的人，而且我还是罪人当中最坏的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保罗所以被神所重用，是他真的承认自己是坏到极点的人，但是神仍然没有放弃他。我们每一年呢，我们在幸福小组推动当中，我们会举办福音主日或是我们举办这个名人开讲。然后这些人呢，很多人的见证是，他以前也是多糟糕多坏根本就不上台面的人，甚至是黑道的，或是被人看不起的，但是因为被神拣选，他就为神所用。我们以前好几位现在的见证者都是这样子，但是保罗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他说，我是最坏的一个，但是使基督耶稣对我这个罪魁显示他充分的忍耐。连这一种最糟糕的人都被神所接纳，耶稣显现出忍耐，那对其他的人，你认为自己多糟糕多差没有人差过像保罗这样子，而且对教会危害那么大。他说，使我得以做那些以后要信他接受永恒生命的人的榜样。因为像这一种罪魁中的罪魁，被人所厌恶的，竟然被神所使用，所以像这样的人都被神所用所接纳，那其他人岂不是要从这样得到榜样吗？你再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推脱说我不适合服侍主我不够资格。即使你认为说我就那么糟糕那么差，那保罗都被神所使用了。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神用这样的
方式拣选人是有迹可循的，对不对？又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神都用这种方法。好，那屡试不爽。如果说我这次用了没有用啊，败坏了，下一次你还敢用吗？但没有一次例外哦。神就是拣选这样的人，然后就成就了一个伟大神的国。每一个时代，神差遣他的仆人，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出埃及，一直到士师时代，一直到先知的时代，岂不是都是这样吗？上帝要一次一次的证明说，从我的眼光来看，谁愿意被差派，谁愿意被拣选，那才是我要用的人，而不是我先从条件好的人先挑，而是从愿意被差派、愿意谦卑领受神国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长职选举也许是我们教会事工服侍者当中的一环，那每一年都选，大家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好稀奇的。但是请记得，这个选举是透过人的制度、人的选票，但是要成就一个神的国，就像保罗被神所使用，成为一个欢天覆地的使徒一样。那就是眼界的关系，就是你的认知的关系。我们愿不愿意一群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被神来使用，然后被神的国被成就了，福音被广传了，而且翻转出来的成绩是超过世界所有的帝国，是有所有的权力，因为神要用它。所以一起勉励，特别是为这一群要被受选的长职来代祷，我们谦卑领受拣选，就要同心成就神国。牧师应用我们长老教会这个制度来讲几点长职或是服侍神这个重点在哪个地方。第一个，我们是一群人被选来领导建造教会，成为代表。长老教会的长职圣职传统呢，大概有3个组成呢。一个是像牧师一样负责讲道、负责传递圣经圣言的牧师或是传道人，可能有的教会只有1个牧师、2个、3个、5个，大型的教会10-20个都是传道人。他们这一群人是这一个圣工组织的其中一个，而且是必要的。第二个，我们长老教会的长职是2层制度，一个是长老，一个是执事。借由资历，借由服事的经验慢慢累积。所以执事人员比较多，也比较年轻，那长老就比较资深，而且对教会的整个理解的程度比较高。那这3个就组成一个圣职的系统。然后这个圣职的系统看起来就是人的组织嘛，我们知道所有人类的组织都有这样的组织，无论是俱乐部啦，或是什么协会啦，都有这样的组织。但是请记得，我们这一群人，他是要组成共同建造教会、上帝国的代表。那就突然间，这些成员组织，也就是社会的每一个分子嘛，教会的每一个分子但是因为你的任务是那么的崇高，是要加入建造教会、建造上帝国，那你的身份就不一样，那就成为上帝所拣选的一个项目，而不是人的方法。第二个很重要，牧师常常在周报里面你会看出这一个教会本质的宣告，那我们就可以从长职在这个层面里面所担任的角色，它是人的组成，没错，却执行神圣的任务。我们念这一段这一个教会的本质，我们可不可以再同声来念一下好不好？蓝色的预备来，教会存在于地上，却有属天特质，是人所组成，却代表上帝的同在，看似平凡，却传扬上帝拯救人的伟大救恩。好了，从人的角度，从事实的眼光，这一群人跟社会比起来也没什么，但是他的奇妙在于说，一群人要做神圣神所差派的工作，那才是他的伟大。不是人多伟大被选，而是人被选的他就多伟大。就像我们幸福小组一句名言，他说：
不是很棒了才开始，而是你一开始了就很棒。感谢主，教会在世俗的眼光就是一个人的组织嘛，好，一大堆组织其中的一个，但是我们有属天特质，我们也是一群人，大家士农工商，在这个社会一起打拼，但是代表上帝的同在，看起来平凡，但是我们在做一件伟大的事，就是宣扬上帝伟大的救恩。如果从民主议会的角度，长老教会是所有的教会组织当中，这个领导系统是第一个民主化的。你知道，加尔文当时在宗教改革之前，就是天主教在管理，当时是这些圣职系统在管理。比如说神父，他就在这个教区里面，他说了算，包括读圣经，就是他读。一般的信徒没有圣经可以读啊，他怎么解释就怎么听啊，所以后来才会有宗教改革，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神职人员的权力大到包山包海。当时的神职人员不只是管教会啊，他们还管这个区域耶，包括农田的种植，那包括些佃农的要缴税啊，都是教会在管理啊。所以因为这样子，人的因素太大了。神国的角度就小了，那教会就堕落了。所以加尔文在当时的这个日内瓦，在瑞士，他们最早推动了所谓民主的方式。换句话说，世界的国家的民主制度还没开始，教会就先做民主透过选举，透过投票所以民主议会的方式来执行上帝国的决定。我们的长老教会就是这样子牧师要来互强教会服事，我不是说我要来就来要会有投票而且要2/3，那表示说我们用祷告的心，用人的方法来成就上帝的拣选。再来，长老也这样子，执事也这样，透过投票。其实有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人很跑，为什么没被选上？我们都说顺服因为这是神的方法，神要用他的方式来成就。所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常会听到说顺服就蒙福，你会认为说他的决定，他的做法又不是多高明如果我来做会更好。其实一般人会有这种观念，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基督徒很奇妙好像人的看法感觉不是很完美，但是神会让它完美所以我们就承认说，这种选举、这种决定不是人的方法，而是圣灵同意了。所以我顺从这个圣灵的决定，透过议会的决定，透过议事的决定，那顺服就蒙福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从历史2000年的历史，教会这样的运作，这样运作。很多事情的决定都让人家看觉这个上不了台面的，但是神就成就了，神就让神迹奇事在那边发生了。他是用人的方法，讲究这么多一大堆 SOP， 但是神不成就，那人的方法还是没办法。特别有的教会，人才济济，但是大家不同心我讲的你不信你做的我就不配合，到最后教会分裂了，教会不成长了，不是人的能力不够，是圣灵不同在。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态度，我们的教会由牧师、长老、执事组成，所以这种决定是因为你顺服这一个圣灵所允许的组织跟决策，那我谦卑顺服。那从顺服那个时候开始，不好的会变好，因为是圣灵在工作，不是人在工作。所以顺服圣灵带下的神迹奇事，福音翻转生命的能力，很多教会就是这样一直在见证。你看见教会已经2000年了，神的国一直在扩展。你看看当时的亚历山大大帝，当时的罗马帝国，中世纪很多威风不可一世的国家都消失了，包括现在很多国家看起来很庞大，说倒就倒。神
要用这一群被他所差派、顺服他的人，来成就人所看不可能的事情。这就是很奇妙的事。第4个，我们邀请每位弟兄姐妹，大家用这种谦卑的心领受神的拣选。我们期待我们一起接受这个尊贵的拣选，来成就神的国。我们在长老教会的这个牧者差派有一个祷告文，我觉得非常能够回应今天这个圣经的主题。这个就任祷告词他怎么说呢？感谢你在万人中拣选人与你同工，这是何等的光荣！因为有限的人有份于永远的圣工，有罪的人有份于至圣荣耀的圣职。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上帝拣选的一个奇妙。虽然是人的组织，却是在执行神国的工作。有罪的人却在做这种荣耀的圣职。弟兄姐妹，我们月底要选出新的3位长老、6位执事，愿神也同样将这样的选择，将这样的一个差派落在愿意被选的长老跟执事身上。请记得，用人的能力不能做什么，但是因为我顺服了，被神拣选了，你就参与这个伟大的圣工。这圣工是永世恒久，只要主耶稣再来，都继续在扩展的神国的事业。愿我们富强教会有这样美好的传承，不只是长职啦。我们其实长老教会，我们富强教会已经推动3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服事的组织或是系统。第一个就是我刚讲很久的长职系统。第2个系统是什么？就是我们用牧区跟牧养关系的系统。这些不用选举，他只要愿意被差派，有长老看作小会看作是合意，就确认他差派他，那就是负责牧养、负责关怀、负责激励、负责联络。好，另外一个系统就是我们的专业侍奉系统。所以换句话说，长职你不一定什么都有专业，但是你会用这一群专业的人不同的团队他有专业，而且他会能领导，然后在敬拜啦，在我们的爱心午餐啦，我们在外面的交通管理啦，我们的一个乐器啦，我们的电脑啦，都有一群专业的人，然后他们的态度同样一样，像被选长职一样，是神看作重要的。今天呢，我们在第1堂礼拜的时候有一个祈应文用台语的祈应文，是诗篇第8篇。有一段话，我用国台语翻译看看。他说：人算什么？你仍然那么关心；土作的人算什么？你仍然那么照顾。你创造人，让他比天使稍微低一点，你视他王的荣光及尊贵，你指派他管理你亲手所造的万物，使他有权支配一切。弟兄姐妹，人就是那么奇妙。我们在世俗的眼光来看，大家就是一个小老百姓，但是在神里面，你是神的将领，你是神愿意被神所差派的重要的工人。愿我们不只是这一个10几位长职，而是你我大家都用这样的心情被神所差派。愿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做唱诗歌，做一个祷告才结束。我们来唱这首短歌，如果有同工会唱的，可以拿麦克风一起来跟大家一起唱。谢谢你拣选。我们先请琴来带我们弹。有同工的话，可以拿麦克风一起帮忙唱。对太阳太阴，上星星诉说黑夜的美丽。上帝造万物，充满爱的印记。爱我的天父，我渴慕赞美你。
谢你拣选，成为荣耀器皿，宁静世界里，我欣喜地把你编织我的手，使我赞美耶起，我愿一生敬拜如心相知己。谢谢你拣选，再一次，谢谢你拣选，成为荣耀器皿，宁静世界里，我欣喜地把你真的接音符，向你倾吐吐意，我愿一生敬拜如心相知己。是的，谢谢神的拣选。当我们愿意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请记得你就加入了一个神国的行列，神美好天国事业的一份子。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为两段事情来做祷告。第一个，我们为这群愿意受选为长老跟执事的同工祷告，让他们知道，无论世俗的眼光，我们是多么的渺小低下，但是在神看来，神只要信任同意，他就是神国的将领。愿神赐福给他们，让他们因为有神可以依靠，一切的困难，一切生活上的难处都被神移开了，成为神所重用的工人。第二个，我们也为在进行中的信无小组祷告。我们有7个小组，很多同工投入了邀请 BAST 准备各样的一个传讲，或者是要使这些 BAST 心中被圣灵所感动，愿意接纳神成为他们一生的救主。我们为每一个信徒小组的时间、同工服侍神有效果来祷告。第三个，我们特别为教会中我们周报里面有所写有病痛的弟兄姐妹祷告。特别我们最近常听到有我们教会重要的同工有遇到病痛，有的是有癌细胞的侵袭，我们心中很不舍，但是我们确信神在他们身上显现他的大能，透过医疗团队，透过药物，透过治疗的方式，看见神在他们身上所显示奇妙的圣工，让他们恢复健康，恢复活力，恢复服侍神的心志，一起来荣耀上帝的国。第四个，我们为登革热在台南仍然非常的严重的流行，特别有弟兄姐妹感染的身体非常大的伤害，求神亲自施加医治，也让我们每一位能够平安度过这些蚊虫以及登革热病毒的侵扰，大家有平安健康的生活。我们为这4件事情一起开口来代祷，求神亲自来应许。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的能力浇灌在我们当中。我们为我们受选的长子祷告，求你赐给他们从天上来的力量，所神的智慧给他们，让他们愿意被选，是看见神让他们加入一个属灵的国度，圣灵伟大的行列里面。我们为信徒小组祷告，每一位信徒小组的同工，因为所做的、所热情的邀请，圣灵亲自感动每一个 base 的，愿意受洗成为神的儿女。主啊，每为教会有病痛的弟兄姐妹祷告，特别是遇到癌细胞侵袭的弟兄姐妹同工，主啊，求你施下你的医治释放，让他们透过医疗团队的协助，能够恢复健康，一切坏的细胞完全消除，成为神的恩典跟祝福在他们身上。我们也为登革热遇到病痛的弟兄姐妹祷告，请你赐下医治，让他们能够平安度过这一个病毒的侵扰。感谢赞美主，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属灵的力量。我们在为神寻找同工，是一群愿意加入上帝国行列，推展上帝国传福音的重要工人。我们将这群受选的长子交托你，主啊，求你亲自应许跟拣选，因为珍贵尊贵的拣选，为了要成就上帝国。我们也为信徒小组每一位同工辅长祷告，
因为他们愿意摆上，将时间奉献给你。主啊，同样的，他们也许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但是神要使它不简单，是让生命被改变，让他们愿意接受主耶稣。其实 best 无论是什么方式被邀请，神求你亲自来应许跟同在。我们为病痛中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听见有多位同工，他们遇到癌细胞的侵袭，身体极度的挑战，但是我们确信神要在他们身上显现你的大能，你的医治，你的释放，透过医疗团队，透过各种治疗的方式，让他们身体重新得力，身心灵得到平安跟健康，再一次在我们当中见证神伟大的作为。我们也为遇到登革热的弟兄姐妹祷告，求你施下你的平安医治，让他们不会受到病毒更多的一个侵扰。也特别我们在生活上大家因为有好的防备不被蚊虫所叮咬，大家平安度过这一段流行的期间。主，我们为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被差派的一个。当我们愿意被神所差派的时候，神的大能、神的智慧、神的神迹就要在我们微小的生命中显现。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奉献，我们一起来奉献。会众请起立，一起唱奉献诗。会众请坐。本月金句，我们一起来攻读本月金句，请看周报的最后面。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4章7节。接下来报告，翻开周报第2页。下周主日敬拜服事同工，司理杨中和执事，请他侍奉在行同工自行注意。第3页，上周、本周各项聚会，牧区小组出席，请大家自行参阅。第4页，肢体交通第1点，小会公告，在10月29号上午的8点40分，主日礼拜中召开临时会和会。只举行1堂的礼拜，要举行2023年度长职轮休改选，
预定选出长老3名，执事6名。那长子的候选名单在如下，请兄姐以祷告的心谨慎的选出适合的候选人。第2点，本会定下主日10月8号举行世界圣餐主日圣餐的礼拜，邀请兄姐预备心，届时踊跃出席。第3点，本会定10月22号举行松年主日重阳敬老会，会中将赠授70岁长辈敬老礼金，以表敬意。愿主赐福所有松年的兄姐身体健康。第5点，本会第6期幸福小组进入第2期9月10号到11月5号幸福福音的8周。我们请为每位受邀的 Best 不受外物的干扰，每周顺利参加聚会，求圣灵动工，打开他们接受福音的心。我们也为各小组团队福音勇士守望代祷。那鼓励为成立幸福小组的各小组，在11月12号福音主日前，邀请 Best 来参加福音茶会，认识能改变生命的耶稣。那第6点，今日举行10月份的庆生，那会后会举行10月份的庆生会。那请大家为寿星生日快乐，主恩满意。那第7点是婚礼的祝福，本会谢承佑长老还有王昭文执事的夫妇次男以圣弟兄，还有子倩姐妹，定以10月7号礼拜六下午2点半在本会举行婚礼。届时踊跃参加观礼及祝福，我们并为新人的婚礼筹备顺利来代祷。愿主赏赐恩典还有福气给这对新人，恭喜。那门徒的培训还有研习会的消息，请自行参阅。那关怀代祷事项，请大家持续为病痛中兄姐得医治的代祷，还有登革热的疫情来代祷。那接下来请项目师补充报告。弟兄姐妹，我来做介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哈。我们今天有3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第一个是杨洪清弟兄，在哪边？来，让我们认识你，杨洪清弟兄。还有一个是吴宣仪，2位一起来哈。是我们敬瑶的好朋友，欢迎你们2位来参加哈。常常能够在这边看见你们哈，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欢迎你们。第3位是沈佩晴姐妹，哎，欢迎你。是我们佑熙姐妹的妹妹，是不是？欢迎你，她是从高雄来的哦，很高兴，欢迎你来哈，感谢主。那我们稍后哈。在结束的时候，请大家先不要离开，我们要为10月份的寿星来庆生，为他们祝福哈请稍微留步一下。那再次做一个提醒哈，这是我们长老的候选人有5位，执事有11位。那我们看见有一些是新的小会所推荐的所以呢，我们下个礼拜还有下下礼拜。会邀请这一群受选的长老跟执事，在这个时间，牧师在报告的时候能够出现在前面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他们哈。因为我们有2堂礼拜，如果一直在第1堂出现的，你根本不认识他，对不对？所以不只要认名字，还要认识说这个人是谁，然后在你的口袋名单中就已经选好了，说3个长老是哪位？不是要等那一天才在问说要选给谁哈，因为是神差派你选举呀，神要你选你都把它丢在一边不选所以呢要把名单选好哈。有3个长老，6个执事这样子。另外一个需要帮忙的就是我们各小组哈，请各小组的小组长注意一下，我们这一些会友的名单，我们周报里面有夹会友的名单，那。有2个情况，比如说有的是要到外地去工作的，有的那一天可能真的要外出有事情不能来的，或是有长辈身体不方便要在家信仰的，你就开始做一个请假的动作，就是说你那天不能来，或是有外出，或是到外面读书的请把名单
丢给我们的办公室，那我们知道说，哎，那一天这些名单当中有多少人不能来的，那我们这样才能够统计哦，哈啊，这个会有名单，请大家帮忙一下。另外第二个就是松年主日呢，我们第二堂的人比较少，是70岁的，但是也有，就是说你参加教会聚会，或是你是会员，今年刚好满70岁，对不对？1953年，民国42年出生的，已经有资格当荣誉会员了哈。那教会要把你的名单纳入我们下个礼拜要公告名单如果你资料能够提早进来，我们就不会漏掉了哈。当然可以再补，但是如果名单都建立好了虽然不是本会的会员，但是你长期在这边聚会的也算，客籍的或是慕道友一直在这边聚会的，都算是我们的一个敬老的名单哈。这一点请大家帮忙配合，特别是同工，你知道他刚好满70岁了哈。第三个要提醒的是我们礼拜六我们承佑长老的第二个公职就是以圣弟兄跟子倩的婚礼哈。那一天也是双十节的连续假日，但是如果大家没有外出，请欢迎来来为他们祝福来恭喜承佑长老夫妇也恭喜这对年轻人请大家下午2点半来参加这个婚礼的礼拜。另外一个要给大家抱歉的是，因为我们今天跟下个礼拜2个礼拜天都是连续假日，所以呢，今天我们没有爱心午餐抱歉了所以大家可以3、5好友邀一邀到附近好吃的东西大家聚一聚也不错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这个中秋假期。那最后一个要请大家继续关心的就是我们登革热的影响，很多人不小心就被叮了，被感染了身体会极度不舒服。2个礼拜前，牧师好像觉得也身体怪怪的找医生看说到底算不算登革热，因为那种症状没有全部显示出来只好在家休息休息1个礼拜唯一的好处是瘦了好几公斤但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情况所以有人症状很明显，有人不明显，但是记得不要被蚊子叮咬所以最近台风又要来了，记得我们家里面的环境有积水的一定要清除掉希望能够很快，秋天到了，天气凉了，会不会蚊子就慢慢少了？所以请大家为这群特别有感染的弟兄姐妹祷告，也大家能够避开这些蚊虫的这个影响跟干扰用这样来做一个报告。等一下我们先做庆生再离开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颂荣，会众请起立，一起唱颂荣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诗歌后，请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跟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特别在中秋月圆的佳期，我们每一位都同样领受神的祝福。愿三位一体的神与每一位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阿门，阿门。我们请做默祷，准备来庆生。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在这个中秋假期，我们要为10月份的寿星来庆生祝福。我们请10月寿星请站起来可以吗？寿星1号到31号的都请站起来，我们为你们祝福。
然后唱完诗歌，我们要请素文姐妹寿星来代表来吹蜡烛。我们来唱祝你生日快乐歌。我们要大声唱才有祝福哦。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有没有照相机？这个给你，祝你生日。来，唱英文的，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来，素文姐妹，来，请你要摆 pose 哦，要照相哦。好，对，很配合。来，我们为寿星祝福祷告再结束啊，一起来祷告。谢天父上帝，感谢你，在这个10月份。秋天凉爽的季节，我们为10月份的寿星献上感恩跟祷告。虽然他们每一个人不是都全部在现场，但是求神的恩典，无论在外地或是在线上，特别是在现场的，求神赐福给他们，因为他们从神领受了满满的恩典。主啊，赐给他们健康，赐给他们从神来的信心跟喜乐，在工作、在生活、在家庭，蒙神的恩典满满。主啊，让他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保护，一切都顺利亨通，让他们成为以爱影响生命的人，让他们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活出基督的样式。感谢主，也愿神赐福给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中秋假期大家家人的团聚，恩典喜乐跟每位同在。特别有的要回到自己工作或是生活的地点，求你保守他们一切的顺利。愿神赐福每一位。我们要回家的路程，也求你保守我们一路都平安。下个礼拜我们一起在主面前一起同心敬拜。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拍手感谢主，谢谢。我们彼此祝福，平安、健康、喜乐。好，大家平安。